卡比同埋歐永權啊，咁香港人每年都去日本咧就買嘢啦，朝聖，因為覺得日本貨乜都好啲嘅。咁但係日本潮流教組濱崎步咧，香港舉行演唱會嘅前夕咧就嚟香港 shopping 喎。咁香港購物天堂咧近排就俾內地嘅同胞咧投訴啊，睇嚟布姐咧可以幫我哋平反一下。嗱，布姐嚟到香港 shopping， 代表香港俾佢印象亦都相當唔錯啊。相對地啊，布姐俾香港 fans 嘅印象簡直係好到不得了，唔信睇以下呢一幕你就知道㗎啦。見到機場有咗人頭湧湧咧，就知道又有國際大星到港啦。今次咧就日本天后濱崎步，佢會喺星期六喺香港舉行演唱會㗎。今次提早咗嚟香港，據講咧係要嚟 shopping 喎。日本天后濱崎步又再嚟到香港，一大班忠實支持者一早已經喺機場守候，佢哋好多都帶埋道具，全部寫滿 IU 嘅名，仲自發組織一班志同道合嘅 IU fans 一齊迎接 IU 啊！今年咧係阿布姐入行嘅9週年啦，你哋有冇帶啲咩禮物嚟送俾佢咁樣咧？梗係有啦，首先就係我哋啦咁。我見你哋有帶道具㗎喎。其實我哋會帶佢嘅 album 啊，或者係佢嘅海報啊，佢嘅精品出嚟，希望可以同佢簽到名啦，俾佢見到其實我哋都好支持佢。9號多時，終於等到IU步出機場，佢一身白色套裝加上高踭鞋現身，一步出機場就有過百嘅傳媒同 fans 一擁而上，情況非常之混亂，舉步維艱啊！IU 被幾十名工作人員同保安包圍住護送離開，雖然秩序混亂，但係佢全程都掛住笑容，仲喺保安員之間伸手同 fans 握手添。大批嘅傳媒沿途一直跟住IU，而佢亦都不停同歌迷揮手，態度非常友善。而喺演唱會大隊嘅車離開機場之後，歌迷都陸續散去，但係依然有大批保安人員喺現場維持秩序噃。哇！見到機場咁混亂，好明顯咧就知道，雖然而家咧就係寒風吹襲下，但係夏日嘅浪潮亦都係不容忽視嘅。之但係中國同埋日本。